有啲香港老友記話，返大灣區養老講就容易啫，但醫療服務點保障啊？首先，考慮院舍嗰陣，優先選擇醫養結合型嘅院舍。一般呢啲院舍都有護理員同護士24小時當值，有乜突發情況都可以及時處理。其次，選擇有醫療支持嘅院舍，就好似廣州番禺祈福護老公寓同國際 JCI 認證嘅三甲醫院，廣東祈福醫院實施資源互通共享，長者入住之後可以享受日常嘅醫生查訪以及復康運動訓練指導，仲有每年1次嘅身體檢查，真正做到小病唔出門，大病有保障。如果真係需要出去睇醫生，院舍有專車接送，3分鐘就到祈福醫院。通過計劃入住嘅長者，可享受喺祈福醫院每月1次，每次4小時嘅門診陪診服務，及每月1天醫院住院陪護服務。講到呢度，有啲長者就問啦，醫療就有保障啦，但費用會唔會好貴啊？放心啦，祈福醫院係香港長者醫療券及港澳藥械通嘅指定機構。香港長者使用醫療券睇病可以節省開支，仲可以享受到對標香港同國際嘅醫療體驗。咁樣嘅醫療配套，大家係咪覺得好安心呢？